这写什么呢？快了，咖啡。谢谢。放那吧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一堆事儿呢，宣传册的方案要写，还要确定手机的价格，还要注册许可证，3周内就得完成。我这一堆表格要填。小灵犀，心有灵犀啊！对呀，你和海超可真肉麻。待会儿等我忙完，你跟我去金文那个小作坊看看呗。好呀，你之前没去过吗？没有，管他要了地址，一直没去。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以前我卖房子的时候就知道，想要考察一个开发商靠不靠谱，就要搞突然袭击。看来也不是太信任他呀，又是让黄仲凯去试探他，又是要搞突然袭击的。某种角度上来说呢，生意场上是没有朋友的，谁都有可能撒谎。这句话是阿土哥教我的。按照我跟你们说的啊，一定要多动，不能停。实在停的话，就看2边人，好吗？行，就这样，来。来好，大家快撤啊！这个部件比较小，好玩吗？这些人都是干嘛的？临时演员，1天30。啊？有用吗？充门面呢？你们就这么骗投资人的吗？什么叫骗？这叫预告。预告？我跟你说，资金真到了，这玩意儿都换成真的。行。记住啊，一定要不卑不亢。知道了，你都跟我说了好几遍了。投资要靠吸引，不能靠求。男女关系也这样了。是吗？对呀。认识你之后啊，我对这句话深有体会。爱情就像一块磁铁，互相吸引。这磁铁老了也就没什么吸引力了。不磁铁，姜，姜还是老的了。你才是姜。我是一块小鲜姜。反正这个世界上呢，没有特别的女人，也没有特别的男人。行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赶紧躲起来吧，我要去招待其他男人了。哎呦，反正我最乖啊。行了，都动起来啊！这地方看起来比你老大那边干净整洁些。先喝一会他再说。好。黄总您好。你好。你好。现在里面的员工都在工作，所以我简单的带2位参观一下，希望你们能够理解。理解。这边请。里面有空调吧？你这里的员工看起来挺专业的，有模有样啊。在华强北这样的地方能有这样的员工，实在很不容易。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培训。他们都是哪儿招来的？主要是从我老家。哦，你老家哪儿？广西。看不出来，原来是南方姑娘。除了气质，您说话的方式也看不出来是在美国长大的。我的办公室有点小，如果2位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去我那儿喝杯茶。不介意。不好意思，请问卫生间哪里？直走左转就是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。那黄总，这边请。随便坐啊，潮州茶你喝得惯吗？没问题。啊，好。啊，你这儿真的布置的挺有条理的。就是小了一点。小没关系，你知道很多美国的大公司，刚开始车库里面办公。这你都知道？全世界都知道。OK。金小姐。哎。我想要问一下，外面那些人是你的正式员工吗？当然，怎么了？也没什么，我只是好奇的问了他们一下，结果发现到他们连附近的小吃店、理发店，甚至于这条路叫什么名字都一问三不知。这些人真的是你的员工吗？
可惜了，金小姐。但我这个人最恨的就是欺骗。我们凯云不可能和你合作，而一旦我们凯云认定你们是不合格的，我保证你再也拿不到任何的芯片。有国际眼光的人就是不一样，一看你们就不是普通投资人，普通的投资人绝对没有这个眼力。果然是黄令熙的朋友啊，跟他一样能说，到了这种时候还能辩解，这招也是他教你的吧？当然不是，我比他年龄大了很多，对于他来说，人生有无限的可能，所以他完全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机会。人在面对最后一次机会的时候，难免会不择手段，所以，请你们理解。为什么是最后一次机会？我今年42岁了，你觉得我还可以奋斗几年？我欣赏你的坦率，但是我妈妈、我奶奶一样活得很潇洒。那是因为他们都有钱，你们放心，等到资金进入之后，这些人员也都会到位。我只不过今天给你们提前看了一下未来。好故事，但我不和欺骗者合作。今天费心了，金小姐。我送你们。抱歉，没有给你们好的体验感。姐，专利，不好意思啊，专利申请下来了。太好了。你们来申请专利？对，我们想规避所有的法律风险，尽量做到规范。再怎么规范，谎言终究是谎言。走了。为什么要请这些人？怎么了？搞砸了。搞砸就搞砸了呗。我们答应过黄令熙要一起做长征1号的，没有钱我们怎么去办工厂？我们搞不定的。他们只是要引子。什么要引的？你这么紧张干嘛？这怎么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啊？我们的未来才刚刚开始，我们会做一家非常伟大的公司，养很多人，养很多家庭，这是你的未来。什么意思？这连不上啊？不会啊，我爸那朋友说这个是好用的。不用连线就能连到车载电话？这么厉害吗？哎呀，这种无线连接技术在国外已经很普及了，靠的就是芯片。你再看看说明书呢。这看着呢，没错啊。那你等会儿，等我到了经文那儿停下来，我帮你弄。行。哎，怎么还真生气了？这批设备不便宜，如果黄仲凯不给我们投钱，我们没有办法生产。能解决。怎么解决？你别忘了，我们对领通是有责任的，他们的长征1号是有时效性的。没问题，你放心吧。你以前是做互联网的，现在做实业。实业最怕的是什么？是囤货。如果一旦囤货出现问题，那我们就完了。领通也是一样的。这些我都了解啊。我的积蓄不是很多，经不起失败。花你积蓄的时间不会太长。可是我就是不明白，我们哪里去搞这么多钱来做生产呢？黄仲凯他也没说要投给我们钱，对吗？我只是一个小老板，我要对我自己负责，要对员工负责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了嘛，他们只是要引子，一定会有人闻风而动。你什么时候做的新闻啊1周之前，来华强北之前，我也不是白混的，互联网方面有点人，现在已经上头条了，在今天之内，就会有人过来给你送钱。喂，你好，开山通信。是静雯女士吗？啊，对，是我。我对你的项目有意向，方不方便下周约个时间我们见一面呢？好啊，
好，我们下个星期见。定了。对，具体的时间我们再电话来定。谢谢。好，再见。啊？你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啊？你也别怪我跟他态度不好，我是吃过囤货的苦，我也不想这种事情再发生。我呢，以前开过饭店，囤过很多菜，记得大年30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店里面，什么都是冷的，只有蔬菜腐烂的味道是热的。别说了，反正过去就过去了。做生意，今天赔，明天赚。反正以后有我，要赢咱俩一块赢，要输咱俩一块输。可是我不希望输啊。不会让你输的。静雯，李东升，我虽然真的隐约有感觉，但是我真不愿意相信。海潮也几次三番的跟我说，能给出这个方案的人只有你，我还是不愿意相信他的判断。你们在干嘛？子夏不伤心吗？他去过你家，找过你爸妈，他喝酒喝到进医院了。别说了，医生说他要是再喝酒，他会中枢神经麻痹，会中风，会瘫痪的。他不是小孩儿，他知道怎么照顾自己。你说这是人话吗？你快走，子夏来。你不许走。林夕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永远不知道就这事儿没发生过。那你是你的逻辑吗？我们不能在子夏的伤口上撒盐。好，你听我说，既然我已经否认了，就说明这事儿不重要。哎，子夏，哇，这来了。对啊，我们临时突然袭击，没想到吧？真没想到，这天真太热了，我就走这2步，浑身都是汗。哎，我能？可以可以，谢谢。我帮你倒吧。没事，自己来。好。我听林夕说，你们所有的设计都有申请了专利，是吧？啊，是的。这是这个是我们也是申请的。厉害。其实有时候，企业的成败并不在于规模的大小，反而是这些细节。谢谢，真的很棒。今晚，你带我跟子夏去参观一下你们的车间。好啊。啊，那个子夏，走。子夏，走。好，那这边请。拿一下包。麻雀虽小，但是五脏俱全。如果你愿意和领通合作，我可以把你真实的材料交上去。不过红木资本是全世界最严苛的投资机构之一，做手机没什么门槛，跟做芯片不一样。按照你们这种情况，我需要看到未来3个月内你们皆有盈利，这样我也回去好说服红木资本的高层，把目光放在像泰山这样的刚发芽的小企业上。我就要回上海了，走之前可能见不了。祝你们一切顺利，一路平安。走。
累不累啊？要不我开吧。不累。子夏。喂。老婆。哦，海潮。啊，我在回家路上，给你打个电话，汇报个好消息。那个软件测试成功了是吗？没错。哦，那跨省测试呢？这个金文啊，给我出了个点子，我觉得特别好。他建议我还是去长城，一台手机放在河北，一台手机放在北京，2个烽火台应该只有几百米的距离，我可以来来回回的测试。是个好办法啊。这次泰山手机会提供所有的软件零部件，首批2万台，我觉得2周内就可以上市了。我听到这个长城测试的点子啊，真心觉得有个人就在华强北，就在金文身边。那个海潮，我们现在海潮，我是子夏，我刚跟林夕从金文那儿出来，我非常看好你们的合作，祝你长城测试成功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子夏啊，谢谢。海潮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先挂了，拜拜。啊，好，那我也挂了啊，再见。这手机还真是啊，你说刚才我弄半天都连不上，这他自己就连上了。有时候事儿不就是这样吗？你想要的时候得不到，不想要的时候就出现了。你躲什么？怕你伤心。怕我伤心？你做都做了，你还怕什么？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儿。子夏，既然亲眼看见了，彻底死心吧。你爱他吗？对，我爱他。所以不爱我了是吗？子夏，走之前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。你别再浪费时间了，也别再糟蹋自己的身体了，好吗？我在问你，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不爱了。你真他妈是个混蛋！子夏，子夏，林德生，你为什么要把话说这么绝？我不说觉得更难受。你太过分了吧！我们俩已经分手了，我现在爱金文，我想和他结婚，这有错吗？金文，就这种人，翻脸比翻书还快，你敢嫁吗？黄林熙，你说话别没个把门的。鼎通现在的情况，只能靠我们，也只有我最了解你们的硬件软件，只有我可以给你们提供解决方案。你现在是鼎通的销售总监，你想因为别人的感情问题把你的生意毁了吗？要不要进来谈合同？随便你定。林夕，进屋喝杯茶吧，我等你。
你找我干什么？我正忙着呢。你有没有发现欢叔没来？哦，对啊，哎，你不说我都没注意，他是有几天没来了，顾不上了。他给我递辞职信了。什么？为什么？他要去凯云。不会吧？米兰达也没说呀。米兰达还会跟你聊这些啊？汉子，你现在是我们公司的 CTO， 不是以前的首席科学家。你需要领导团队，团结团队，不能一味的法西斯政策。我追求高效，我怎么就法西斯了？这也太不讲道理了。讲究高效的同时，也要学会安抚人心。哎，我怎么安抚人心啊？啊，我现在请欢叔喝顿酒，让他回来。对不起，我很忙的，我没有那个时间。这次也不用你了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我明天要去北京了。行，你去吧，这边的事情你放心，等你回来应该会有挺大的进展。哎，你就不问我为什么要去吗？和我的 MP4 芯片有关系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对不起，我不感兴趣。行了，模拟器要出数据了，你忙吧。回来啦？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喝酒了吗？为什么要喝酒啊？那你去哪儿了？我去了家书店。书店？嗯。看到本书，还挺有意思的。什么书？名字忘了，但里面有段话我记得，写的挺好的。上面说，每个人在这个世上都有很多种身份和角色。你可以是母亲、女儿，是朋友，或者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人。你拥有的身份越多，你能通往到对岸的桥梁就越多。你架的桥越多，你就越稳固，心态就越好。虽然有一天可能某一座桥坍塌了，但你也不会慌张，因为你还有那么多座桥可以通到彼岸。如果你只有一种身份，一座桥，那就很危险了。因为即便这座桥再稳固，你每天也会很担心，万一这座桥有一天坍塌了，你会怎么办？那一刻，子夏的眼睛里看不出任何东西，不知道那些东西是被他藏起来了，还是已经都抛弃了。作为好朋友，我一直希望她，这个只相信公主与王子爱情故事的小女孩能够成长起来。但当她真正成长起来了，我却在怀念那个小女孩。就像是芯片的一次升级后，你从外表上似乎看不出它跟上一代有什么不同，但使用起来却又有了新的功能。只是手机芯片的升级是让人使用手机越来越方便，而人的芯片升级后，却让人读懂人越来越困难。
今晚呢？拿宣传册去了。跟我聊几句。啊有，写灵犀这次啊做得非常不错，而且肯定会大卖，会成为中国手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。告诉张海潮同学，在这件事上，我很佩服他。只有真正了解老百姓的需求，才能做出很好的产品。告诉他，让他高兴高兴。你会后悔的。我后悔什么？跟海潮合作，当初要不是我启发你们，你们现在……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感情这件事啊，没逻辑。但是相反，感情这件事情也是最有逻辑的。你了解金文吗？是我承认，金文很有魅力，甚至可以说是有魔力。但是，你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怎么还没完没了了？你还？他从来不敢当我面承认你，怎么？你这个男朋友上不得台面啊？你根本就不了解金文的过去是什么，他有什么样的故事。以前不了解，有以后啊，一辈子，够吗？一辈子？那我现在应该衷心祝福你了，希望人家能给你一辈子的机会。你事儿忙完了吗？你得多操心你的宣传策略，别管我了。我的策略不用你操心，不是东西卖给你，你组装手机再卖出去吗？你操心操心自己吧。一款售价599，被命名为小灵犀的手机横空出世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势头占领市场，甚至被排队抢购。那现在就让我们去采访一下。哎，我也要2个。先生您好，您是几点过来的？早上7点就过来排队了。近日，有多家移动通讯企业对小灵犀手机发起诉讼，起诉其侵犯了移动通讯业务的合法权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去采访一下。你好，请问作为一个销售商，您怎么看待小灵犀海潮上市呢？这是你设计制作的？是啊。他们都要起诉了，这没事儿吧？这没事儿吧？我并没有侵犯他们的合法权益。这些运营商要起诉我们，也不是真的要起诉我们，他们只是为了要促成跟泰山手机的合作。哦，还能这样啊？妈，你放心吧，上市之前，我们公司的法务都已经帮我们规避过所有法律上的问题了。真的？那当然了，不然我们还能这么冷静跟你们在这看电视啊？那真是太好了。那就好。没想到我们大学霸有一天也会做这种自己看不上的东西啊！这话费啊这么便宜，那我也要买一台。岂止一台？哎呀，岂止一台啊！家里边的亲戚朋友一人来一台。我送，真的。这个东西将我原来刘涵，孩子就交给你了。去吧，这个都睡了。听说小灵犀现在卖的不错，还得抢啊。是啊，老板，营业厅现在都卖爆了，手机不仅便宜，话费也便宜，接电话呀还不要钱。去，马上给我抢1000台回来。我要送给我所有的朋友，人手一台，公司里头人人有份儿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哎，凡是一批废片，你放宽心。但这是什么东西改造的呀？这真的是，这稍微移动快一点，它的信号就掉线了，而且单个基站的覆盖面积非常的小。切换了这个基站，它信号一定还会再掉线。我没想到这张海潮他们怎么会那么堕落？不是堕落，是张海潮比我们更理解什么叫农村包围城市。那这也太农村了吧 ？Miranda，Brian，无所谓的。你是喜欢买了不少我们的废片，现在要损失的是他，不是我们。只允许张海潮跟李东升推出一款真正可以售卖的产品。我们 MP4 布局啊，肯定可以弄死他们。这就是你错的地方。这种思维我们得有。你知道在中国省话费多重要吗？我有你哋嘅芯片。不好意思，倪总，现在我们的总代理是泰山，具体怎么操作，你还是找他们吧。咁即係點啊？没办法啦，你找金文谈，就这样。
现在找你都得我来你办公室了。哎，确实忙啊，怎么办呢？你刚刚不也听到了？倪志雄亲自打电话来说给我们订货要芯片，我哪有空管他，卖都卖不过来。是啊，是啊。你们的协议我看了。你在购置小灵溪长城1号芯片的合约上附加了条款，希望我们预订购你们 MP4 手机基带芯片。哦，我没关系的，你可以不接受。要是不接受，我就不来了。当然了，我也知道，如果我不接受的话，后面接盘的人会很多。没错，这就是实力。对我有意见？哎呀，我对你有什么意见啊？因为李东升呢？你们两个都是成年人，又没有违法，又没有犯罪，我一个外人，我敢有什么意见？林夕，你真的是我很重视的朋友，是吗？但是可惜，你欺骗了这个你很重视的朋友。我很忙，自便。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明白，能够陪你走一程的朋友，真的已经非常难得了。再过10年，回头看看，都是小事儿。回来了。海潮，你有什么话，开门见山。是啊，都一个公司的，你也不说清楚。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司的，所以我不想打扰你们做 MP4 手机基带芯片。我觉得这些问题我可以解决，还请你们多信任我一点。我没有不信任你，我只是有我自己的主张，而且我的道理我之前讲的也很清楚了。我认为我们做产品，除了技术之外，还要注重情怀和人文关怀。想想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，想想你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，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哎，你要小馄饨？哎，好嘞。一个送给你，一个送给你太。哎，别，不，你拿着吧。不用，你听我说，这是我们公司的实验品，真的。但是你用他们打电话，非常便宜，真的很便宜。这真的是实验品？真的，真是实验品。谢谢。来吧。好球！阿图，你小子过来了。东哥，哎，来了。
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啊？啊，多少了？啊，就打半个小时。你们俩先那边等我，待会儿你来。今天打多少个球啊？你打多少了？我打了30个，刚才就打1个。太行了。哎，不错啊。哎，你好，来歇着。行，那你先歇会儿。你来吗？我来。东哥，兄弟又来看你了。看，我还带来了你最喜欢的清酒。我一直笑话你，怎么就喜欢清酒呢？你想你在日本待了10年，有些时间长了，慢慢就变成了习惯了。即便离开，依然会惦记着。我这2天一直在想你这句话。有些东西时间长了，慢慢就会成为习惯。即便离开了，还是会惦记那个味道。我不碰芯片很长时间了，但我真的还在惦记着。东哥，我是不是很贱呢？东哥，你猜，我还给你带来什么了？啊，最新一代的小灵犀，海潮他们研发的。我还帮你选了个号码，尾号的4位数是你的生日。这个东西很好的，不光能打电话，还能放音乐。我给你放一放，你听。关键的还特别便宜，便宜到得靠抢才能拿得到，便宜到我有时候都在怀疑，他们能不能够赚到钱呢？便宜到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能买得起。呀，你在那边现在可以吹了。说我老早就看好这个小子，他一定会成功。哎，真的成了。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搞芯片了。你要不停的搞，不停的搞。只有芯片便宜了，这些东西才会便宜。东哥，你讲的一点都没错。中国的芯片在路上，中国的芯片人已经出发了。
数了，等 MP4 上了以后，你数都数不完。我就喜欢数钱，过瘾呢。抱起来。谁呀？把车停门口了？金司机，我们老大找你有事。李总，不是说好了吗？这不合规矩。規矩，華強北係我地盤，我講嘅嘢就係規矩。